係占星師 Annie。好啊，咁啊嚟到天秤座嘅朋友26年嘅星座運勢啦。咁無論你上升天秤定太陽天秤咧，都可以參考嘅。係啦，天秤座嘅朋友咧，今年咧即係嗰個運勢咧，其實係需要更加積極去拓展自己嘅嘢嘅。咁尤其係事業方面，咁積極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你唔係即係叫背負住壓力嗰種，而係真係咧，好似有趣，因為有趣味地，即係你覺得好似有啲陌生嘅嘢咧，好想接觸咧，然後跟住再去嘗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係你需要喺呢一方面去積極。係啦，咁就記得咧，真係唔係講緊咧，即係可能你之前咧就會比較係例如做到即係咩效果啦，又或者你係好在乎即係叫人哋點睇啦，又或者自己嗰個身份，即係可能你係某個身份，你就一定要做到某一啲嘢啦。就唔係呢一種，其實反而咧係你而家開始要知道咧，即係叫點樣去諗大啲，即係 think big 嘅真係。咁然後真係嗰啲跨界別啊，又或者係一啲咧，因為你從來都冇諗過咧，你而家嘅身份係可以接觸嘅嘢咧，其實你就係需要去試下。咁因為咧嗰個機遇咧就喺呢一度。係㗎，其實其他星座咧，我夠膽講咧，只有你咧先至係需要更加積極去拓展嘅其中一個星座嚟嘅。因為咧其他多數都係咧，即係要自己截停，同埋咧就係需要搞一搞，即係總之開得太多啦，可能係尤其是其他3個開創星座。咁然後你咧就係零零舍舍咧，係可能困咗喺自己某一啲熟悉嘅位置咧太耐啊。咁熟悉嘅位置咧，就當然唔係話你做得唔好啊，而係咧講緊咧，可能你真係因為自己背負住某一啲身份同壓力咧，而即係令到你睇唔到咧出邊有其他嘅可能性。咁呢一樣嘢係有啲可惜嘅。咁所以咧，天秤座嘅朋友咧，咁不妨咧真係試下咧，即係到底乜嘢係可以涉獵一啲即係新嘅範疇啦，同埋有一啲咧，即係可能你曾經都意識到係咪自己可以試下咧？咁或者自己係咪可以即係叫參與下咧？咁如果你係覺得今年個機遇到啦，而且你又願意嘅話咧，係不妨積極啲去嘗試，因為咧呢一樣嘢係好可以咧打開你一個好新嘅領域，而且呢個新嘅領域咧係你往後咧都會好即係好熟悉嘅，即係你往後咧都好有幫助嘅對你。咁所以咧喺事業發展方面咧，咁呢一方面即係都真係要。係啦，即係積極一啲啦，即係開放一啲。其實係保持一個咧，即係叫輕鬆嘅心去，可能探索下一啲新嘢啦。咁然後完全係即係可能對於乜嘢係自己本身有嘅嘢咧，咁又點樣可以同人係進行一個連結啦？其實呢一個位咧都講緊係你其中一個咧踏出舒適圈嘅一個方法嚟嘅。係啦，咁至於你話具體到底你要做啲乜咧？其實可能真係唔使要。其實你就係已經做得太多。其實今年嘅星象咧係講緊係我哋12個星座，或者尤其是你咧係需要即係叫放低一啲壓力，同埋咧係真係要休息多啲。咁然後到底乜嘢係真係對自己好，而且對自己咧即係叫係有一個係你真係覺得嗰樣嘢為你而設啊！你唔好再覺得自己一定要為咗其他人啊！咁而呢一樣嘢咧，係真係對你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叫完全超越咗你個諗法嘅一個係咯，即係超越咗你個諗法嘅呢一樣嘢係，因為咧本身咧你係真係一個好為人設想嘅人啦。咁而且咧你喺某一個崗位同埋某一個位置咧，你都會覺得自己一定要係咁做嘅。但係而家咧就係講緊唔係。咁兼且咧，就係你反而要認識咧，真係自己，你覺得嗰個本領喺邊度，同埋有邊啲嘢咧係好似可以帶動咧，係同身邊嘅人咧有一個平衡嘅交流，有一種火花。咁而呢一樣嘢咧係好可以令到你咧開始知道原來你嘅世界係可以好大嘅，而且咧你呢一種嘅即係叫參與一啲新嘅嘢咧，係嗰個視野啦，同埋嗰個知識咧都會唔同咗嘅。咁兼且咧，好可能係幫到你解決某一啲嘅問題，係啦。咁係最緊要就係咁樣咯，係因為咧，可能你要記得留意健康啦。咁係健康咧，係因為咧你捱得太耐，又或者你有一啲位咧撐得太耐咧，其實係即係開始出咗問題，而令到你真係焗住你停咯。咁所以咧，今年咧都會係喺呢一方面咧，要識得點樣去即係keep下自己啦，又或者係令到自己咧真係享受生活啊。咁其他嗰啲即係叫額外嘅嘢咧，咁其實可以暫時放低。
係嘅，而家可能你都覺得點放低呢？唔知啊。咁但係呢，你真係要信任你自己，值得更加好。其實你值得更加好，兼且係你好似係將你嘅動力呢，係變成一種即係叫做即係再擴大啲，變成一種新嘅火花呢。其實有可能呢，就係會即真係會吸引到其他人嚟幫你啦，又或者其他人更加重視你啦。而且呢，你涉獵嘅新嘢呢，亦都會更適合你。咁係好輕鬆好簡單，然後跟住令到你呢，係好似開始知道呢，原來自己呢，係真係做咩要背負咁大嘅壓力呢？其實唔一定要嘅。係啦，咁喺呢一方面呢，係尤其是工作，咁而工作啦同埋即係背負住一啲身份上嘅壓力。即係如果你喺家庭入邊，你個身份同角色係啦，即係都可能係真係會有一啲變化，咁其實都好需要變化。咁所以咧就係點解話你要做翻最原本嘅你，同埋你就係咧要最原本咧，即係當對於乜嘢係自己接受，同埋自己真係覺得吸引，然後喺呢一方面咧，真係叫係提升同埋轉化。而呢一樣嘢咧係好可以咧令到你唔需要真係再好似之前即係覺得生活嘅空間啊，或者係覺得人際關係係好麻煩，係啦，咁所以咧亦都唔需要咧，即係叫困住自己一個人，係啦，咁呢一個咧都會係天秤座今年咧，即係一個轉機嚟嘅，係啦，咁係當然啦，即係關於感情上啦，或者關於係人際關係上咧，其實嗰個圈子一唔同咗，又或者你涉獵嘅新嘢唔同咗咧，其實有好多咧，即係關於你例如而家呢一段關係，你而家嘅身份係咪真係仲適合你？咁你要點去做決定咧？咁就係留翻俾你自己啦。總之你記住咧，你做嘅決定咧，一定係對你最好嘅。咁而且咧，係呢一方面咧，會唔會真係對大家都唔公平咧？咁你諗得太多啦。其實首先咧，就係真係要了解到底自己會唔會真係喺嗰個過程入邊係好享受，同埋係好享受呢段關係。其實最重要就係咁咯。係啦，咁但係主要咧都係工作上嘅變化咧係會比較大嘅。係啦，咁天秤座嘅朋友咧，咁就請你即係保持開放嘅心，然後跟住去涉獵一啲唔同嘅新嘢。咁你嘅火花同埋你喺工作路上嘅發展咧，都一定會好唔同嘅。